喜洋洋同樂融融已經準備好啦！第15屆全運會首次由粵港澳3地舉行，而備受香港人關注嘅項目，當然就係劍擊啦。而今次舉辦嘅地方就係喺啟德體育園，仲有手球同埋保齡球都會喺度比賽嘅。其次，3項鐵人選址就會喺我哋嘅香港地標中環海濱，展示出香港最壯麗又有氣勢嘅環境。講到沙灘排球，就會喺維多利亞公園舉行。而你諗下，喺高樓大廈包圍下去打沙灘排球，係幾咁充滿香港嘅特色呢？另外，7人籃球、單車、高爾夫球同埋籃球，亦都具備爭獎牌嘅實力。由社區到賽車，全城起到，到時記得積極參與呢個祖國同埋香港一齊手牽手、心連心協辦嘅全國全運會啦！